上次同大家介紹過城巴嘅歐盟4型 M558巴士復出，其實除咗城巴，仲有其他嘅巴士公司都有引入呢款歐盟4型嘅 M558巴士。今集就同大家介紹下九巴、龍運同埋港鐵嘅歐4巴士。首先介紹下九巴嘅歐4 M558啦，要揾到佢哋並唔難嘅，我相信你企喺觀塘嗰度一陣間咧都會見到佢哋嘅蹤影。喺我眼前嘅呢架 PG9874咧，曾經有一段時間係全車冇廣告嘅，吸引到唔少嘅巴士迷注意。點解小紅話喺觀塘好易會見到呢款巴士呢？除咗九龍灣廠嘅路線之外呢，仲有一啲沙田廠嘅路線都會經過觀塘市中心嘅，例如88X 啦。轉個鏡頭去另一邊啦，對面方向見到有一架89C都係經過呢度嘅。頭先提到嘅 PG9874有一段時間係全車冇廣告嘅，巴士迷俗稱無添加，但係而家再影呢，就已經上咗廣告啦。接住落嚟又有另一架歐4巴士埋站啊，佢行走14X 路線前往油塘，車牌係 PG9225。轉個頭帶大家嚟到尖沙咀碼頭，呢個巴士總站有一啲路線呢唔受低排放區嘅影響，所以可以行走歐4巴士，包括5號同埋7號。喺我印象中呢，7號呢條路線呢，以往都係比較容易見到一啲舊款巴士行走嘅。小紅另一個重點推介嘅地方呢，就係彩虹同埋新蒲崗啦。喺我眼前嘅呢一架 PH1344。佢啱啱行走完一轉 26M 嘅循環路線，返到嚟彩虹總站。好啦，而家講下點解我會推介大家嚟到呢個地方拍攝歐4巴士呢？因為都有唔少嘅路線啊，係會經過上述嘅地點噶，就好似眼前嘅呢一架 3D 啊，同埋仲有 3M。我發覺一啲舊款巴士呢，除咗佢哋唔可以駛入低排放區之外呢，通常派車嗰方面都會選擇行走一啲比較短途嘅路線嘅，就好似頭先所講啦，3D 同埋 3M 嘅一啲區內線啦。而家企返喺彩虹迴旋處嗰度繼續等啊，眼前有一架 PJ5714 行走15A 前往平田。喺另一日落住雨，企返喺同一個位置呢，一樣有收穫。眼前呢架 PH6192 正在行走 26M 路線前往觀塘。除咗九龍灣廠嘅路線之外呢，仲有一啲沙田廠嘅路線都會經過彩虹同埋新蒲崗一帶嘅，就好似頭先見到嘅 89B 啦，仲有 84M。但係要留意嘅係，只有 82X 冇車開嘅時段，84M 先會駛入呢度。轉個頭帶大家嚟到大窩口站，有個重點介紹啊，大家一定要記住啊！唔知點解由今年1月開始呢，近乎每一日都會有一架歐4巴士行走屯門公路嘅路線，就係 67A 同埋 67M。但係呢個安排會維持幾耐，我就真係唔清楚啦。跟住帶大家睇下荔枝角廠嘅歐4 M558，想揾到呢批車並唔難。因為佢哋經常行走荃灣區嘅短途路線，今日嚟到荃灣愉景新城呢，都見到有唔少嘅歐4巴士啊。喺愉景新城附近嘅荃灣站呢，一樣可以揾到佢哋嘅蹤影啊。喺我眼前嘅呢架 PJ5733 正在行走 234A， 而佢嘅目的地係荃灣西站。相隔冇幾耐呢，繼續有其他嘅歐4巴士出現啦。今次見到嘅路線係 234B， 再有一架歐4巴士經過呢度啊。今次嘅路線係 42M， 所以真係冇呃大家嘅。企咗喺呢度附近15至20分鐘，已經見到有第4架嘅歐4巴士啦。今次嘅路線係 41M， 佢嘅目的地係青衣碼頭，不過冇轉到電牌方向。跟住過返嚟荃灣站嘅巴士總站啦，啱啱有架 41M 返到嚟總站，休息咗冇幾耐呢，佢又要開車啦。
根據我嘅經驗啦，41M 呢條路線由以前到而家都係比較常見派出一啲舊款巴士行走喎。唔知係咪因為同佢嘅客量有關呢？如果比較另外幾條由荃灣往返青衣嘅路線呢，42M 同埋243M 等等，41M 嘅客量就真係比較少啦。可能因為243M 呢條路線嘅服務範圍比較大啦，所以客量高企。轉個頭帶大家嚟到青衣，呢個就係著名嘅青衣轉車站長安總站。頭先都有同大家提及到啦。呢批歐4巴士咧比較活躍於喺一啲區內嘅短途路線啊，所以往返青衣同埋荃灣嘅41M 啊、42M、243M 呢一啲路線咧，都好容易見到佢哋嘅蹤影啊。另外值得留意嘅就係長安總站係一個大型嘅巴士總站啦，有非常多嘅路線來回程方向都會駛入呢一度上落客。因為車流量高啊，所以我相信只要等一陣間咧，好快都會見到一架歐4巴士出現。另外仲有一架車想重點介紹嘅就係車牌 MV966啊，因為呢架車被翻噴城市脈搏嘅塗裝，我個人認為睇起上嚟係有啲奇怪嘅，因為紅色底色配白色字應該係應用喺玻璃樓梯嘅巴士上面嘅。如果唔係玻璃樓梯咧，就應該紅色底色配上銀色線條同埋字樣，咁樣睇起上嚟就會正常啲啦。純粹個人意見。接住落嚟同大家介紹沙田廠嘅歐4 Enviro 58啦，比較常見嘅路線呢，就係 72A 啊，來往大埔工業村同埋大圍站啊。呢條路線以往都係比較常見一啲舊款嘅巴士行走噶。由於呢條路線係取道大埔公路啊，所以如果大家想感受呢批巴士爬山嘅表現呢， 72A 係一個好選擇。圍坊係個好地方，轉個頭又見到一架訓練嘅歐4巴士。嚟到沙田要見到呢批歐4巴士呢，並唔困難。我相信個玩法同九龍灣廠啊、荔枝角廠都係差唔多，因為呢批巴士活躍於一啲區內嘅短途路線，就好似眼前嘅呢架 PV7274 咁樣啦。佢正在行走 82K 前往愉翠苑，跟住帶大家嚟到黃泥頭啊。喺我眼前有一架歐4巴士行走 83S 啊。其實呢條路線呢，就係 83K 嘅特別班次啦，只不過佢係屬於特快路線。因為佢唔使經愉翠苑同埋沙田第一城啊，係直接咁樣前往沙田市中心嘅。佢同 83K 嘅分別就係呢條 83S 咧唔係循環路線嚟噶，佢係雙向路線嚟嘅。過咗冇幾耐，再有歐4巴士 C 牌上嚟廣園，唔知係行咩路線呢？如果大家想好快見到一架歐4巴士出現呢，就要記得嚟到沙田市中心總站啦。因為呢度有唔少嘅短途路線喺度做總站嘅，包括282、283同埋284啦，亦有好多嘅路線呢喺呢一度做中途站。頭先同大家介紹過九巴嘅歐4 Enviro 500，轉個頭就帶大家嚟到東涌，而家就帶大家嚟到呢度揾龍運巴士嘅歐4 Enviro 500。喺度可以解釋一下啦。頭先喺九龍同埋新界唔同嘅地方、唔同區域，點解咁容易會揾到呢批歐4 Enviro 500呢？原因就係龍運巴士喺以前呢就購入咗32架嘅歐4巴士，但係當中有27架呢喺2022年就出售咗，賣咗俾九巴，所以我哋去到九龍同埋新界唔同嘅地方，好容易都會揾到佢哋。相反嚟到東涌呢度呢，現時只係得返5架，要見到佢哋並唔係咁容易。我相信喺東涌站呢一個大型嘅巴士總站啦，因為車流量同埋路線都比較多啊，所以會比較容易見到佢哋嘅蹤影。喺度企咗唔係好耐嘅時間呢，其實已經有見到2架嘅歐4巴士行走 S1 路線啦，分別來往東涌站同埋機場啦。係一條短途嘅循環路線嚟嘅，不如趁呢個時間考下大家啦。頭先我啱啱嚟到東涌，身處喺富東商場嘅出面，見到有龍運歐4巴士行走 E31，
直到我而家嚟到東涌站，喺我眼前又見到有龍運嘅歐4巴士行走 S1，究竟前後我有見過幾多格嘅歐4巴士呢？俾幾秒鐘時間大家諗一諗。答案就係現存嘅5格龍運歐4 Enviro 500裏面呢，我就已經見到有其中4格啦，就係爭1格未見到。如果你哋覺得 S1 呢條路線太短，唔夠過癮的話呢，可以去日東嗰度坐 S64 或者坐 E31 比較長途嘅路線。而我就選擇坐 E31 啦，由東涌去到荃灣大約需要1個鐘多少少嘅車程。而家喺我眼前出現嘅呢架 PD6710啊，佢啱啱駛離荃灣愉景新城嘅巴士站，再一次開去東涌。跟住介紹港鐵巴士嘅歐4 Enviro 500，呢批車喺2007年嗰時購入，係用嚟取代利蘭奧林比安。不過時間又過得好快，呢批車就已經開始退役啦。喺我眼前嘅 K17 呢，都係一條比較常見有呢批巴士行走嘅路線嚟㗎，佢係來往大埔墟站同埋富線。喺度介紹另一條路線俾大家啦，就係 K12 啦，因為佢係而家唯一一條每日全日服務嘅港鐵接駁巴士路線。K17 同埋 K18 只係喺星期1至6嘅全日提供服務，而 K14 嘅服務時間更加短啦，只係喺星期1至6嘅早上提供服務。今集帶咗大家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影歐4 Enviro 500。如果大家真係想影呢批巴士呢，就要盡快把握機會啦，因為佢哋已經開始退役。鍾意我嘅影片，請你記得訂閱、留言、讚好、分享。我係小熊車長，我嘅頻道係小熊影視。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